成日聽人講中山樓下艇、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呢，香港過嚟唔使1個鐘，好似好吸引咁。但其實呢，香港人喺中山買樓有3個伏位嘅喎，咁你唔問清楚呢 agent 係唔會主動話俾你知嘅。大家好啦，我係阿 Moon，咁做咗10年嘅地產，自從做咗地產之後呢，幫過唔少嘅香港客人。咁今日呢，就用真實嘅案例啦，逐個伏位拆俾你睇，點樣避開呢啲伏位啦。咁首先呢，就係講第一個伏位啦，亦都係大家最容易中招嘅，就係錢銀嘅問題啦。咁好多香港人咧睇樓盤咧，淨係睇人民幣嘅價值嘅啫。咁譬如話，我上一年咧有個客戶咧用咗220萬嘅人仔，咁睇落去咧好似好抵咁，但係你有冇計算過咧？呢220萬咧，其實可以用幾多港紙先可以換到翻嚟咧？咁其實咧，成交價220萬人仔咧，就通過香港嘅銀行店匯啦。咁當時嘅匯率咧，大概係1.07嘅，即係要成235萬港紙先可以搞掂啦。冇為意嘅係銀行店匯咧係有差價嘅，咁仲有手續費啦，中間銀行嘅收費啦，最終埋單可能多咗3到4萬港紙嘅喎。咁其實呢4萬蚊咧，足夠買齊就係全屋嘅家私家電啦。咁仲有一個伏位咧，就係資金出境啦。咁如果你冇 plan 好咧，臨時臨急揾找換店啊，咁內地嘅銀行咧就有機會抽查資金嘅來源啦。一係咧就凍結儀式2-3個禮拜嘅，咁嚴重嘅話咧就會影響銀行嘅貸款啦。咁針對呢樣嘢咧，我建議你可以提前做3件事。咁係邊3件事咧？第一就係開通跨境理財通啦，或者用正規嘅銀行渠道啦，每一筆匯款咧都會有記錄嘅。咁第二咧就係預多3到5%嘅匯率做手續嘅緩衝啦。咁即係220萬人仔嘅話咧，你要預多7到12萬嘅港紙去做呢個資金嘅彈性啦。咁第3個咧就係簽約前咧同銀行確認每一日或者每個月嘅匯款限額，唔好一次過入晒幾百萬人仔落去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嚟講第2個伏位啦，即係最陰濕嘅 contract 啦。咁喺中山嘅話咧，有部分嘅樓盤咧，為咗令備案價靚仔啲咧，就會用一個手法叫做雙合同嘅，即係你有一份商品房屋嘅買賣合同，價錢係備案價，可能係150萬，咁另外咧需要簽多一份嘅裝修合同或者係車位協議啦，咁要多咗成50萬嘅喎。有咩問題咧？第一就係你個首期係遠遠超過你嘅預期嘅，因為裝修嘅合同咧嘅嗰筆裝修款咧通常係需要一次過嘅，冇得做30年按揭嘅喎。本身1.5成嘅首付咧，可能係22.5萬啦，咁依家多咗成50萬，加埋起身咧就係72.5萬嘅首付款先可以落到樓啦。咁第2點咧就係銀行按揭咧就係可以做到無批嘅部分啦，咁你個貸款就少咗啦，供款嘅能力咧就計算唔到最盡。咁我教俾你一個最簡單嘅方法，就係簽約嘅時候咧問清楚你嘅銷售啦。咁呢個價錢係咪一份買賣合約咧？有冇其他隱形嘅合同需要簽啦？咁如果佢答你嘅話，裝修合同係行規嚟嘅喎，咁你就要堅持簽一份嘅房屋買賣合同啦。咁你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就好容易中伏嘅。如果係你睇中咗呢個屋苑一定要買嘅，咁你就係同銀行話裝修簽約嘅呢個裝修合同咧，可唔可以做按揭？咁其實有部分嘅內地銀行咧係可以做到，但需要開發商咧配合出單據嘅，唔係間間銀行都可以噶。好啦，今日最後我哋嚟講第3個伏位啦，即係最多人買完屋之後先後悔嘅，就係持樓嘅成本同埋二手市場啦。咁先講養樓嘅成本呢一 part 啦，咁中山嘅新屋苑嘅管理費咧，通常係3到4蚊嘅人仔1個平方1個月嘅。咁譬如話你買間100平方嘅3房啦，1年嘅管理費咧大概係3到4千蚊人仔啦。如果你唔係長住嘅，但係又唔想租出去嘅，你要俾多幾多錢咧？其實你每一年嘅話加埋水電啦、煤氣開通費啦、維修基金啦，第1年入住嘅成本肯定係1年嘅話基本上都係過萬蚊噶啦。咁如果你係買翻嚟想收租嘅，咁你要睇翻呢個市場嘅租金嗰個定位啦。咁中山嘅租金回報率咧，大概係2到3%嘅，扣完晒所有嘅費用之後咧，咁隨時得翻1%，咁即係有可能低於香港嘅某啲定期嘅。咁再講賣樓啦，咁好多香港人以為中山買樓咧，好似香港咁樣，咁住幾年唔中意就賣咗佢，但其實中山嘅二手市場咧係好淡嘅，依家咁隨便上網搵一個東區嘅盤嚟睇下啦，放盤成200幾間，近2個月成交2間，咁你要買
買完之後未必你放得出去嘅啊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稅費要留意翻啦。滿2年咧就免嗰個增值稅嘅，滿5年為一個住房咧免個人所得稅。咁如果你唔係內地嘅居民咧，咁賣樓嘅時候可能會處理起身更加複雜啦。咁我建議你買之前咧可以做2件事嘅。第一就係上網 check 一 check 你個心儀嘅屋苑，睇下二手放盤嘅同埋近期嘅成交啊。咁如果放盤嘅多於成交嘅10倍以上，咁你就要諗清楚啦。咁第二點就係如果你真係想買翻嚟收租嘅，咁你就揾當地嘅物管公司報價計清楚個實收幾多，唔好估下。好啦，咁最後總結翻一句啦，中山買樓咧唔係唔買得，咁而係要用一個精明嘅角度去計算清楚呢個成本啦，同埋你個售後先好入市嘅啊。咁如果你唔想中伏嘅話咧，咁其實我手頭上係有一份香港人中山買樓避坑指南嘅。如果係大家對我嘅 channel 有興趣嘅，可以聯繫翻我啦，咁我可以發一啲資料俾你睇下嘅，譬如話最新嘅按揭成數表啦，或者正規資金匯款嘅流程啦，或者中山嘅二手交易嘅數據啦等等啊，我都可以提供俾你哋嘅。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，可以喺下邊留言中山2個字，我會私信翻俾你嘅，或者直接撳我 WhatsApp 啊，有問題咧可以直接揾我。咁我係阿 Moon，多謝大家今期嘅收睇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